다들이 뭐람 제모팅 십지배에게 那么今天呢是第40届嘎剧起源法会。首先要问候呃与会莅临的尊贵的国师迦查仁波切，还有苏曼高旺仁波切，以这两位仁波切为主的所有的上师祖古善知识，还有呢来自各地的僧团，还有世界各地的所有的法友们，还有我们的藏族同胞，还有喜马拉雅地区的法友们。首先，问候大家扎西德勒，吉祥如意。다들이야 하장确实对什么前辈给的，错是虚入面拿了呢，那么，确实不得你全部的开枪也不送一我们个，昨天讲到了大读诵前地多八的大的嘞，众开咱们示就是虚量上台了，六法中的悲心，第大地不三法。先就给匈奴的人那拿了呢，你今天我是想再做一些补充。大开始不有是不是也不送要的，因为大全部在大是乘佛教里面说的给了这个悲点啊，心哦，买不起买不起，给了点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但是呢，要在我们心中升起这样的悲心是不容易的。经典中是怎么形容这个悲心呢？是希望一切众生离苦，这就是悲心。我想这个大家呢，都知道。今天我想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解说，悲心，希望或许会有些帮助。那么这里呢，我想透过3种不同的情绪来做分析跟比较，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悲心。那这3种情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自私，或者我爱值，或者说就是自私。第二个呢是孤独，孤独感。第三个是同情心，或者也可以说同理心。这3种情绪哦，是我们现代人在生活当中，最容易也最经常体会到的，也就是最常见的3种情绪、3种状态。虽然我们平常呢可能没有特别注意它，但其实呢，这3种情绪跟悲心是有着深刻的一种关联。尤其呢，跟如何升起悲心的关系是很大的。所以，我这里想要稍微说明一下这3种情绪。第一个是悲心跟这种自私或者说我爱值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这里这种情绪就是自私或者说我爱值。在现代社会中，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可以这么说。或者说我们在人与人相处，或者在经济、政治等等各个方面，都是建立在这个自私的一种基础上。所以这样子听起来，乍听之下哦，会觉得，自私跟悲心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甚至再仔细去想，这两者根本是矛盾的。那么，到底自私跟悲心有没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是对立的吗？事实上，自私跟悲心哦，从一方面来看，
是对立的，就像冷跟热是对立的一个关系。但实际上，它们是源自于同一个起点。怎么说？因为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离苦得乐的这个本能，就希望离开痛苦，希望得到快乐的这个本能。那么，自私这样的一种情绪啊，它把我们这种离苦得乐的本性表现得非常明显，也就是我要快乐，我不要痛苦，是非常明显的。同时呢，自私它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它会把我和他人分得非常清楚，会像黑白分明一样的自他的分别很清楚。悲心呢就不一样了，悲心呢也还是基于这样的本性，也就是我要快乐，我要不要痛苦这样的本性，加以扩展，也就是认识到别人也和我一样，也想要得到快乐，不想要痛苦。所以，当我们把心扩展出去的时候，这种想要自己离苦得乐的心，就能够转向他人，心就扩展开，变成了希望你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我觉得关键，我想说的是，就是自私哦，并不是说消灭它，我不是说要消灭自私。而是在于这个扩大我的这个范围，把别人呢也包含在这个范围当中。所以这该怎么做呢？所以这里不是否定这个自私，而是要善加运用它。所以我觉得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从爱自己，然后进而爱别人、爱他人，就是透过爱自己来通往爱他人这样子。其实我们最懂得如何关爱我们自己，所以就从这份感受出发，也去理解他人。也就是理解到别人说，那个正在受苦的人和我一样在经历这个痛苦，对方也希望、渴望被关怀。当有这样的一种理解的时候，自私的这种只爱自己，就能够成为体谅他人的一个桥梁，是一样的。第二个，要让自己的这个自私哦，让它能够升华。什么叫做让它升华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损人利己的那种，我们可以说叫小聪明吧。它最终呢，呃，其实只会为自己带来一种孤立，甚至会造成冲突。相反的，如果真心的对他人是怀有善意，同时给予他人帮助的话，它不仅能够带来这种真实的快乐，还会建立起一种很温暖的一种关系，而且内心也会获得一种平静。所以说，这种只想自己好的心，这种太短视近利了。最有远见的做法是什么呢？其实是
最有远见的为自己好，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学会怎么对别人好。所以我觉得这不是牺牲，而是一种最深刻的智慧，善巧方便。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啊，我要彻底放下自我、自私，不是的，而是你要懂得如何升华你的这种自私。第三个是什么呢？其实悲心哦，还有更高的境界。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做？就是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心，比如说，呃，把他人的痛苦领受，自己来承受，并且将自己的快乐施予他人，这种自他交换的修心法。这种方式能够帮助我们逐渐的打破自他之间的这种很坚固的一个墙。所以逐渐的呢，最终会怎么样？就是慈悲哦，就像是呼吸一样的自然。现在我们因为太强的这种自他的分别，就像是一个坚固的墙，所以自己和他人呢是有距离的，所以很难真正的去对他人慈悲。所以这时候不断的练习自他交换，慈悲会变得非常自然。这时候帮助他人不再就是我在做好事，而只是变成是该做的事，而且心中就不再有各种的计较。如果能够这样做到的话哦，那其实我执这个结哦，它也就松开了，就能够体验到一种以前没有经验过的这种很开阔的一种平静，还有和他人或者说和众生之间的一种和谐感，就会体会得到。所以总之哦，这里我想说的就是关于自私，它跟悲心哦，并不是像敌人这样子的，如此对立，并不是。自私哦，其实比较像是还没有制成器皿的这个陶土，悲心呢，就像是以智慧的力量塑造出的一个精美的器皿。所以我们呃所以自私它是可以改变成为升华成为利他的。所以呢，哦，我们不必有因为自己有这个自私的念头而感到羞愧。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当中蕴含着的那种想要渴望离苦，或者说追求快乐的这种珍贵的能量在里面。所以，进而呢，就是从自己开始，然后逐渐能够给予身边的人也这种温暖的关爱，然后慢慢再逐渐扩展到虚空等虚空一切的众生。所以，如果能够很好的懂得如何运用、善用这个自私的话，
就能够逐步扩展到利一切的众生。那再来第二个就是第二种情绪，孤独感，如何对峙这种孤独感？我们常常会觉得一种孤独，可能是觉得哦，没有人理解我，或者说没有人理我等等。但是呢，让我们感到孤独的，并不是说身边有没有人，并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人而感到孤独。那感到孤独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呢，我们的心里呢，只装着自己而已，没有容不下其他人。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呢，他筑起了一道高墙，这道无形的墙不是那种实质水泥塑造成的墙哦，这种墙的材料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对自己感受的一种过度关注，或者对自己的痛苦的一种反复的这个反刍，然后对自己的觉得自己是特殊的这样的一种执着，这就是塑造我们内心这道墙的材料。然后呢，他在做的事是什么？就是把自己关在自己塑造的这道墙里面，然后日夜审视着这个墙里面的每一个角落。当他看得越仔细，这道墙，他越觉得这个世界呢，就只有他自己。然后墙外的声音进不来，墙外的光呢也透不进来。这时候他当然会感到孤独。那所以，总之呢，这是一种由自己亲手建造，然后是非常坚固的一种孤独。很多时候呢，我们过度执着追问说，这个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痛苦？就是过度的这种追问，它造成的问题是什么？这里举个例子来说，就有点像我们在一个舞台上好了，全部是暗的一个舞台上，可能很多人不见得有这样的经验，但我自己因为常常会在国外，我自己会有机会跟大家讲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坐在那样的讲台或舞台上，然后所以探照灯就那个灯只会打到我身上，其实我是看不到这个听众的，下面全是黑的，所以我必须要像这样子手放在就是这样挡住那些光，我才能够看清楚听众。所以这里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过度的追问我存在的意义，或者为什么是我经历这么多痛苦，所以这种过度的执着跟追问哦，就有一点点像是把所有的探照灯都打向自己，结果是什么？就是除了自己，然后什么也看不见。所以这个时候最有帮助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转身去推倒那一道墙，也就是不要再盯着自己心里的那一点问题，或者说失落和痛苦，而是要把目光投向外面，去看看真实的生活，看看自己需要完成什么事情，看看自己能为身边的人做些什么。
직부기 대화 동에 직부 삼당 대비나 아니 지 처음에 개량기这个传染第二个人家全部要的是，太阳这我这个明我们这里啊，在外给车都打过来是，马到这个所以个明显大个俺俩这在外车个比人，如说呢，明显大俺试着去关心身边真实的一个人，而不是在那边等着被别人关心。甚至呢，试着去照顾一盆花吧。可能其他事情做不到，没关系，就试着照顾，好好照顾一盆花，一株植物，或者说可以参与一次这个社区的活动啊，承担一些责任。总之，不要再把自己当成整个世界的中心，而是让自己投入生活。慢慢的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孤独的感觉，可能不见得根本上能够消除，但是这种感觉会孤独感会变轻变淡。这是接着我想讲第三个，就是悲心跟同情心，或者说同理心的关联性是什么？在佛经当中，大乘经典中说的这个悲心啊，并不容易升起。所以用现代的话来说，悲心它不就是对他人的一种感情上、情感上的关怀，它更是一种由智慧引导的，深刻的一种愿性，或者说自发的行动。很多时候大乘的悲心容易跟社会上常说的一些情绪和行为搞混，比如说同情心。同情是或者说同理是指说对他人的痛苦能够产生共鸣这种情感。那同理心升起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着一种怜悯，或者说惋惜，或者说想要帮助对方的这种愿望。所以这种同理心情感主要建立在我能够感受到你的痛苦的这种认同上。但同时呢，也隐含着一种自他是对立的这样的立场，也就是我在同情你，甚至呢可能会带有一点优越感，会给人有一种疏离感，这些你可能都不自觉。但是真正的悲心升起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它不会有我在对谁，我在对他，没有这种对等的关系，而是呢，将众生的苦，啊、就像是自己的痛苦一样去感受，他没有这种自他的执着在。而且呢，也不局限在亲友或者说特定的对象，而是能够对一切众生都能够平等的升起。所以从这方面来看，我们说六法当中，第一个信心，第二个智慧，第三个是悲心。所以说，就像信心跟智慧有关，也就是说，要升起智慧，就要先有信心。换句话说，有信心才有可能智慧，有了智慧才比较有可能升起悲心。当然，这部分他们互为因果的关联性这个时间关系
就不多讲。但总之呢，一般会说大乘的悲心，还有我们所谓的智慧，就是对于缘起的见地之间哦，是有着不可分离的关联性的。所以，总之，同理心跟悲心哦，我觉得悲心是比同理心更开阔、更深一层的。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呢，现在呢，我们会说升起这个悲心呢，会有一些困难，主要有几个部分。就是现在呢，生活中的确很难升起悲心哦。我并不是说完全升不起哦，而是说的确很难升起。这这个意思是说，可能就是说悲心呢是更为珍贵的，还有更有它的必要性。所以我觉得可以从这个阻碍悲心的阻碍有什么，还有可能性啊，升起悲心的可能性，分为这两个部分来谈一下。第一个，我觉得升不起悲心的障碍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在的感官哦，这个超载了，或者说一种同理心的疲劳。首先呢，我们的各种感官哦，现在都呃这个超载了，就是接受的各种讯息也太多了。所以就因此而产生一种同理心的疲劳。我觉得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因为现在是一个资讯过于爆炸，资讯太多了。我们每天呢，都会有接受各种的新闻，还有各种的网络啊，接触到就是全世界的各种的情况，比如说苦难好了，战争也好，灾难也好，各种这些信息哦，资讯太多了，甚至很多呢是呃。所以各种这些，总之来自世界各地的这种新闻讯息，其实呢会让我们的大脑产生一种啊、心理的防御的一种机制。所以这些海量的这些资讯啊，会让我们的大脑心理上啊产生一种我受够了这种的防御的机制。所以从最开始是可能还有一些呃同理，还有一些同情，但是因为这种资讯太多了，所以慢慢就變得可能麻木或者说冷漠。这就是我可能叫做一种同理心的疲劳。其实呢，我们的心灵哦，其实每天接受的这种情感还有讯息哦的内容其实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这个承载太多的这些痛苦，太多的这些讯息，所以我们的这种心理防御的机制就会被启动。我觉得第二个造成同理心疲劳还有一个原因叫做一种距离感，就是因为我们所有接受的现在很多的讯息这些网络上的资讯，我们是透过了手机、透过电脑、透过电视，所以这些苦难你会觉得是发生在这些荧幕里面的，是在远方的。所以我们和这些呃所有那些苦难的人，我们觉得是有距离感的，是你会缺乏一种真实感。所以这时候你看到这样子的资讯，痛苦资讯的这种升起的一种悲心或者说一种同理心好了，它就比较只是一种概念，抽象的概念，或者说一种短暂的情绪而已，很难成为持续的一个关注还有行动。而且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断的滑手机，喜欢的就留着，不喜欢的就划一下，把它划走。所以在很短时间很短时间，你会觉得说你只是没有办法很长时间的关注一个苦难，或者说关注一个议题。那第二个很难升起悲心的障碍是，我觉得这是太强调个人主义，就是现在的社会主要强调的、重视的是什么？是个人的成就，还有就是和别人的竞争，还有注重个人的效率。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比较容易滋生这种唯我独尊的这种心态，或者说适者有点像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样的一种心态。总之呢，是将别人视为竞争对手，觉得说，能够把别人这个战胜别人这是更重要的。所以总之呢，是把所有的其他人都，而不是一个共同的生命体，不是。而且呢，甚至如果有人去同情那些弱者，有时候还被认为说是不够强大，或者说是浪费时间。还有，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都非常的快，所以呢，我们都可以说是疲于奔命。所以不断的专注的是什么？是在自己的生活、生计，比如说要付房贷，然后小孩的这个教育等等，这是我们都被生活这个的疲于奔命了，所以会觉得我自己的问题都处理不了了，怎么还有时间去管别人？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气氛一个情况，所以
我们很难去关心别人，甚至呢会让悲心啊成为像是奢侈品了，这是很奢侈的一个情感。这是因为我们太忙了，这个搞不好最多只有晚上可以好好睡个觉，这都已经很不得了了。平常白天啊都是为了生计哦，不断的在努力，所以可能自己都没有时间顾好了，怎么可能还有时间去顾好别人啊？所以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奢侈的情感，会有这样的，会有那些有闲有钱的人呢。可能才有时间去做悲心，去对他人悲心。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个升起悲心的一个障碍。第三个，我觉得是，就是现在消费主义，还有商品化的一个影响。所以现在的这种消费的主义哦，主要在强调和鼓励的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关注自己啊，你要自己快乐就好啊，你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感受。就像是手机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的广告，同样甚至只是走在路上、坐在车上，路上就能够看到很多的各种的这种不同的广告，在告诉我们说，你这个也应该要，那个你也应该拥有。都在告诉你说，你要不断满足你的欲望和感受。这些都在不断的强化自己的什么，就是自我。所以都是在想说自己得到快乐最重要，然后而不是向外去关怀。还有现在社交媒体上哦，这个你会看到说，呃，会有按赞哦，还有就是或者按一个就可以转发。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想要按赞或者想要转发哦，这样的其实取代了一种深度的呃关怀。所以我们会觉得哦，一次的转发这个祝福吧，然后可能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什么错觉？就是啊，我已经做了好事的这种错觉。但其实这样的一种错觉哦，其实呢，去反而让你没有真正去付诸行动的这种动力就被消解了。所以这时候的悲心啊，可以说是被简化了，或者被商品化了。其实呢，按个赞或者按个转发，这怎么可以说是一种利他呢？所以真正的这种利他哦，已经慢慢没有了。所以这种利他也好，悲心也好，就会变得非常的肤浅，然后被简化了，或者说被商品化了。再来第四个障碍，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是对一种脆弱的排斥，还有对正能量的一个偏执。就是说，现在的社会哦，比较崇尚的是说，
就乐观啊，成功，坚强，不可以示弱。然后呢，觉得说一个人如果展现出他的脆弱，或者说展现出痛苦，或者说甚至失败，就觉得这些是不对的，这是我们要要远离的事情。甚至你看，如果有些人他公开的分享他的悲伤，或者说有的人想表达他对某个人的同情，总之他示现出一种脆弱的时候，就很容易就被贴上一个标签，哦，这是负能量的一个标签。所以这种情况会造成会压抑我们的一种正常的回应，或者说回应跟感知痛苦的能力哦，就会被压抑，所以让我们不敢去好好的面对自己的痛苦，也没有办法去面对别人的痛苦。但这些面对观察自己和他人的痛苦，就是升起悲心的基础。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来看，现代生活其实也造成了升起悲心的一个新的机会。这是指什么呢？首先，就是现在更有机会接触到全球的这个视野，所以各种无边界的这种悲心是更有机会接触到的。我们其实比历史上任何时代哦，更能够清楚的知道，就是人类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举例来说，现在气候变迁，还有当时的新冠疫情等等很多这些经验，都让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人跟人的命运啊是紧密相连。所以我觉得这些实际的经验就会帮助我们更容易去体会、更了解佛教所说的无缘大慈哦，同体大悲这样的意思，也是能够，也就是说能够对很遥远的，或者说很陌生的，甚至不话的人，能够升起这个关怀。像是以前，如果我们听到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或者说只要有虚空的地方就有众生，然后悲心要像是这样子来观修嘛。但以前的人大概就只能看着天空，这样去试着去试想观想。但是现在我觉得是更能够体会到这个，只要是虚空在的地方就有众生，就是我们该升起悲心了，更能够体会到这句话。呃，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因为现在的大家的全球视野哦，是更具有的，所以我们能够对于可能地球另一端的可能难民，甚至对于这个快要绝种的这些物种啊，甚至对于未来的世代的人们，我们更能够啊、关爱他们。第二个就是科学对于这个悲心哦有更深的一种认识。现在的心理学，像是还有神经科学，都帮我们更了解什么叫做共情，还有什么叫做利他。
所以我们也知道说，慈悲的观修，它不就是一种宗教上的修持，它真的能够改变我们大脑的结构。所以我觉得呢，这时候慈悲在这个时代，它不再就是一个观念，抽象的一种观念，而是真的就像科学的研究，你的慈悲的禅修、观修，它真的是可以透过科学训练科学方法的一种训练，然后改变你的身心，是可以重塑你身心的，它是真的有帮助的。第三个，我觉得悲心在这个时代是搞不好是更容易升起的，是因为呃，现在互联网或者说现在的网络，还有现在的各种的各种的慈善的这些机制，让我们能够这个悲心更有效率的、更准确的转化为行动。譬如说，可能在千里之外的某个地区，现在有发生了灾难，我们可以在刹那间就为那些灾区的人们，比如说捐款，或者说做一些事情。所以，透过网际网络，那么我们可以支持某一个公益的项目，做一个慈善的一种捐款等等，或者说我们可以共同在这些社交的媒体上发起一个救援的声援的活动等等。所以，很小的善意现在可以容易的汇聚成巨大的力量。再来第四个，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很追求心灵的健康，因为现代社会人们心灵上，比如说焦虑抑郁空虚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更多的人愿意向心灵向内去探寻。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你看很多源自于佛教的修行，像是正念禅修等等，都在世界各地流行。但其中这个核心的修持就是慈悲心的禅修。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我也觉得更是一个可能可以修持悲心的一个时代。所以从前面跟大家提到说，要升起悲心是很困难的，有许多的阻碍。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这或许也是一个契机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是更容易升起悲心的。那么再来我想说一下，现在我们要如何能够升起悲心？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是不要太好高骛远，就从很小的事情、很眼前的事情开始做。譬如说，就是你要跟生活要产生一个真实的连接很重要。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放下手机，然后好好的看着前面的人，无论前面的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亲人，好好的听他想讲什么，好好的听对方想要说什么，但也不要太急着说给建议。所以只是呢，多给一点时间给别人，或者说就是陪伴对方。但现在这正是我们最缺乏的，比如说跟朋友出去吃饭，虽然身体坐在一起，但可能各自是在看着手机，这不是真正的一种陪伴要好好的听对方想要讲什么。
甚至呢，我觉得就算只是可能你的这个社区里面的这个保安，或者说这个送货的快递的人们，可以好好的给予他一句问候、关怀，这都是很好的。或者说呢，可以多去接触大自然，多去观察这些动植物，比如说看着一棵树，它是如何生长的，或者就只是照顾这个流浪动物，因为有很多时候非人类的很多这些动物跟生命啊，反而更能够触动我们最真实的一些同情跟情感。第二个，我觉得是要可以偶尔进行这个数位化的斋戒，好好的管理一下自己的这种叫做讯息的一种接收。比如说，你可以试着定期的把，比如说新闻的一些推送啊，或者说很多的这些提醒啊，这些都关闭。所以要很有意识的去选择说你想接收的讯息，探讨的内容是什么，好好的守护、保护你自己有限的注意力。还有第三个就是说，不要想得太宏大哦，要从这种抽象的悲心的想法，化为一种具体的行动。所以很多时候，像我们说要想着一切众生的苦难，或者说想着他们的痛苦焦虑，其实很多时候你没办法想得很清楚，还不如说一次就只帮助一个人，比如说到某个地方去做义工，或者说陪伴孤儿院的小孩，或者说帮助一个人可能迷路了，告诉他该怎么走之类的。再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这个要能够面对，要能够接受，自己是有痛苦的，或者说自己没有人说你拥有痛苦是不对的，是不可以的，所以也不需要因为自己有痛苦，或者说自己的脆弱而感觉到这是羞愧，不用，这不是一个问题。总之呢，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它像是一个很坚硬的一个冻土是一样的，所以的确，我们悲心这样一个很柔软的种子，它是很难萌发在这样子的一个坚硬的土地上。但这也刚好证明说，悲心它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温室的这种花朵，它是能够这个破茧而出的这种，或者说从坚硬的岩石这种坚硬的土地中长出来的很坚韧的这样子的一个珍贵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时代，如果能够升起这个悲心啊，我觉得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接着我们回到杜松前巴的原文，这里提到说，因此大悲与智慧必须结合。波罗蜜多称中说明方便与智慧二者必须结合。迦野山顶经中说，离慧之方便亦为父，离方便之智慧亦为父。因此方便与智慧结合极为重要。密咒称中说，身缘二次第不可分离。其名义是，若二者不具足，则无法证得无上菩提，犹如断翅之鸟。那么一般来讲，大乘经典中都说要成就佛果，方便跟智慧很重要。其中方便我们会说是福德资粮，智慧是智慧资粮。同样呢，如果没有大悲，就会落入到单边的极境成为利益众生的障碍。同样，如果没有证悟实相的智慧，也没有办法从轮回中解脱。所以这两者同样的重要。我们在《般若经》相关庄严论，或者说阿底峡尊者在《菩提道灯论》中，还有冈波巴大师解脱庄严论，都有谈到方便跟智慧同时具足的重要性。所以，总之呢，这里杜松前巴说，就像是鸟需要双翼才能够飞往天空，所以要成就佛果，方便跟智慧必须具足的。接着呢，六法中第四法是业见真正上师。这里说，纵使具足信心、智慧、悲心三种功德，如果未能止于道上引导的上师，也没有帮助。纵令功德系圆满，无师不能出三有，犹如无人执舵桨，舟船不能至彼岸。如是所说，只于一位真正的上师极为重要。等等等等。接着呢，这里说，至于上师的特质这是内文中继续说，善有调柔极静及极静，功德增上精进复校正。接着等等等等，然后上师冈波巴大师说，上师应是以断除对此生之细着者，能以大智慧于道上引导他人，以大悲心不舍其弟子。首先，若上师眷恋此生，对有尘世供养的弟子就放在心上，对没有的就不传授口诀。他们想方设法让此生尽量延长、尽量扩大，造作越来越多贪嗔等罪恶。弟子依止这样的上师，也造下越来越多的恶业。若出了问题，就如同套在一起的牛双双坠入深渊一样，极易发生。因此，上师必须是以断除对此生系着者。然而，若无智慧，就不知道如何传授契合弟子亲学教法。为了利益具有种种不同意乐众生，必须依次第传授契合弟子跟切的口诀。阿底峡尊者也说：“我们生命短暂，在这须臾之没有时间听闻声闻音名等外名及诸多论点，也无暇学习众多内名论点才是最重要的。上师不能无论弟子请问什么法，都说我不懂。因此，上师必须能以大智慧于道上引导他人。然而，若无悲心，自己稍有痛苦时，就会生起许多无法照顾身边随众的灰心丧志。当必须利益许多顽强刚强的众生时，这边以佛法照顾他们，那边却可能以许多恶言回应。此时呢，如果没有悲心，就可能想，为他讲了这么多法，费了这么多心力，这顽劣之徒却不听，因而升起舍弃他的念头，等等等等。所以这里呢，谈到都是上师的这些信义定义。所以其实，在冈波巴大师的大众开示大全中，我就有提到说，很多上面这些杜松小马引致的内容，就2种具足、3种具足、4种具足，它这里是指当中的第3种具足。另外呢，冈波巴大师也提到善知识特质是自己修死亡无常，也引导他人修，这就是善知识；自己修慈心悲心，也引导他人怎么修，这就是善知识。同样，自己修一切法实相空性，也引导他人怎么去修，这就是善知识。所以，所谓善知识是自己有实修，也引导他人实修的人。如果自己没有任何实修，却在他人面前装作有实修，装作证悟很高的样子，这是没有益处的。
这是冈波巴大师大众开示中提到的一段。这段的读诵前八的第五法是请求正法。然而，纵使依止了这样的真上师，若不请求正规口诀，就如狗马等畜生，虽与上师相处，却毫无利益。仅仅尘世上师千万年也无益处，必须请求没有颠倒错谬的珍贵口诀。这口诀不能像市场上的牛奶一样掺了水，也不能混搭许多文字名相，而且必须是口耳相传、加持不衰的教言。这是第六法。精进实修起义哦。然而，若不如理实修，口诀就如同封存在笔记本中，毫无利益。仅阅医方书，岂能利病者？就像这里说的，仅仅是阅读这些处方医药的书是没有帮助的，必须要实际的服药治疗。同样的，只有口诀是不够的，必须实修。佛陀也说，能断苦的刺痛，此道无以说。如来为开示，汝等应自修。最后还有一小段，也是这个里面的多诵全法的内容。总之呢，这是念完了其中的内容。那我想主要前面几个技法哦，这是第一个信心，第二个智慧，第三个悲心。这次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后面几个呢就主要念过去了。所以信心很重要。那么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入门了，没有这个智慧呢，你也没有办法这个处理轮回。同样没有这个悲心呢，更是无法成就佛果。所以这就是这一次谈到的。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